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少少，外邊禪聖輝煌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檔走咗上去嘅馬呢，有寶來歌劇啊！外邊呢就明醫啦，大約跟住個第4位就係浪漫勇士啊！後邊嗰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啦、健身心啦，暫時殿後係利心明源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浪漫勇士開始發力推進㗎啦，響埋邊位置有禪聖輝煌，數入去有明醫，內欄嗰邊有直線力山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寶來歌劇啊！最後200米，浪漫勇士蝕落去，一比就有啊！拋離後邊嘅對手㗎啦，見到埋邊禪聖輝煌仲有啲喎，出邊係寶來歌劇啊！最後100米，浪漫勇士相當輕鬆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！第2名啊嘛，寶來歌劇啊！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！上場係休息超過7個月嘅時間，翻到嚟香港。先攻下中銀香港馬會杯，再嚟到戲肉，今場浪琴香港杯一樣以一個相當輕鬆嘅姿態擊敗對手啊！雖然就去到7歲，將近轉歲去到8歲啦，但係仍然勇不可擋啊！咁啊，浪漫勇士絕對係香港另一匹嘅傳奇馬王。